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希罗，咱的好朋友。咱这个时阵要做伙过来学习新约的这个概论。咱要来讲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这个概论。人伫这个世间定定带着美好的憧憬，随着年纪累积，咱会通一寡期待一一来实现。但是咱讲不如意的代志10项有8、9项所以定定事与愿违啦。虽然这个科技随着人类的历史愈来愈进步，但是科学却无法度减少人一生的这个劳苦甲愁烦。若毋是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为这个黑暗的世代带来曙光，人一直伫绝望的这个地步。就安尼，基督的福音借着使徒伫短短10几年，就传遍了罗马帝国。神的教会就亲像迄个雨后春笋就是落雨以后的这个笋来建立起来。初期的时阵，虽然看起来有真侪欠缺，但是对这个工人的投入对真理的坚持，要紧就是圣灵的带领。虽然无法度来全部拢知影真理到底这个因带带领是到什么程度，或者伫一知半解的这个情形之下，受到迄个当世代异端的影响尤其是伫迄个时阵上著名的就是这个诺斯底主义无论伫新约时代、旧约时代，咱会通发现，当圣光伫咧兴旺的时阵，魔鬼这个恶者无孔不入，找机会来破坏。咱遮做神国的百姓应该更较谨慎来看待。当时的传道者除了亲自顺牧教会以外，定则着批信来教导信徒。这约翰一书就是安尼来相传约翰一书是约翰伫年老的时阵，伊才做一个属灵的长辈，写批予小亚细亚的教会的公开批。对这个内容所流露的这个属灵的情感来讲那像迄个家书共款写予厝内面的人。这个牧者伊感受到迄个异端就是迄个铁学诺斯底主义的这种异端的破坏主张以灵为先，物质为恶。身躯甲信仰伊甲拆做2分。人的身躯上肉体物质是恶的，因为安尼会使甲放纵情欲，无就是甲禁欲来败坏肉体。佫掠做讲属灵的是基督，敢会当用物质的身躯来降世。所以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完全的人性。因主张要进入真理的领域，的确就要借着知识，就安尼知识抬头。基督的救恩就变假其实就是异端。伊无目睭去看到罪的存在、救赎的必要性，人甲神中间的这个三交，灵内底的三交托，灵内底的这个交往就被拿砸了。人伦之间的道德水准自然就败坏，人甲人失去迄个上珍贵的爱心啦。以上的你，约翰一书的作者，更较想要将这个谬论极力来证明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佮借着圣灵来亲自经历应验这个事实。但的确都要先认清罪这个可怕，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才通好经历甲神相交的喜乐，才有权利来做神儿女来领受这种权柄，体会彼此相疼，安尼才会通真正进入真理属天的这个程度。咱甲神相交的人若用约翰一书来做主题，安尼这个约翰一书这本册的重要的真理就对咱影响就真要紧那这个约翰一书内底分这个有属灵的喜乐甲灵交的这个条件，甲神交往的条件这第2章。
属灵喜乐是第一章，啊，属灵的交往甲神的交往是第二章，第三章啊，就是要安怎啊来灵交的这个方法啊，伫灵内底啊，要安怎来甲神灵交，过来就是甲神灵交的智慧，这第四章哈。啊，第五章啊，就是甲神灵交的好处，哦，用安尼来分，哦，咱先来讲灵交的喜乐。啊，头仔只就讲起初啊，原始有生命之道，来说明基督的现在性。耶稣是神，伊道成肉身，伊将个肉体看袂到的神，耶稣基督就表明出来。约翰甲其他的门徒拢亲目睭看，亲耳听见，主耶稣伫世间啊来成做基督。啊！历史内底复活，伊嘛亲目睭看，亲手摸过复活以后的基督。直到基督升天以后，因真正享受到爸啊甲伊的囝这种三交属灵的喜乐甲团契，啊，互人会当喜乐无比，就是变啊进入神的生命。这就是主耶稣流露圣灵真美好的同在甲引带。啊，互咱伫盼望将来有一个属灵敬美的家乡。就是天国嘛吼，安尼咱人的盼望理想无过再是空谈啊，会当用过神的爱啊，安尼真完整完全来突破绝望的这个境界，来享受活泼喜乐的生活。安尼互这个使徒吼有更加充足的喜乐，因为神的灵乃是人灵的灯啊。啊，既然这个灯啊会当通电吼，那像迄个火把有油，安就发出亮光。同款，咱若甲神相交，就满得属灵的气力，生命就活泼，喜乐光明啊，成做咱人生的代表吼。安尼作者佫指出啦，嘛算讲有人甲神相交，甲神来交往沟通，啊，犹原佫伫黑暗内底，迄就是无承认家己的错误、家己的罪。安尼啊，这是甲神相交最大的阻隔。唯有安尼牺牲来自省，承认家己的罪。啊，神得较赦免人的罪，安尼人才有资格伫光明中甲神相交，享受属灵亲密的团契。第二项，灵交的条件，罪既然是甲神相交上大的阻碍，安尼人免哪认罪呢？只是认罪就当赦免甲神相交吗？旧约时代人要认罪，要得到神的赦免，要甲神相交，因掠做用牛羊来当做祭物，杀牛杀羊的血，敢会当除去人的罪？不过是互人想起罪尔，因为你有这个礼仪嘛，有这个代表。神就借着义者耶稣基督，伊无罪啦，用无罪的身躯为普天下人的罪来当做挽回祭，挽回人甲神的关系，来满足神的公义，所以耶稣一定爱死。因着安尼，人谦卑接受神赦罪的恩典，安尼就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是亮光，这个亮光具体的表现就是彼此相听伫这世界。所以彼此相听，咱才会通来过这个属灵的团契生活。这个爱是一种真好自我测验的这个方法。不过作者佫提醒这个爱袂使变质咯。说使咱爱这个世间甲世间的事，疼爸的心就失落咯。有啥物互这个爱袂变质？作者不断提醒灵性软弱的同龄，请因讲细囝也是囡仔，就借着圣灵的教导，将起初所听到的道存伫心内。当灵性来渐渐成长的时阵，安尼灵性健壮的这个青年这个壮年，的确会通胜过这个恶者。又搁效法这个前辈父母，人物的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世主，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对神来称作神的囝，其实伊是神。所以作者佫讲，有一寡敌基督的一寡呢来自表是神的，自称是神的，这爱拢变质了作者是爱世间，无爱真理。就惊迄个不义的事，不但伫黑暗中，而且践踏了基督的宝血，这后日爱受严厉的这个刑罚啦。这就是灵交的条件
第三，咱要讲灵交的方法。人设施甲神灵交，首先爱珍惜神慈爱的恩典，来确保这个活出伊性格的本性。因着安尼，每日思想神的律法，家己本身来反省自省，倚靠神的带领来除掉罪恶甲魔鬼的作为。另外一方面，效法主耶稣为兄弟舍命，舍命行出神的爱。才会当体会什么叫做出死入生，就安尼有神的生命伫伊的内面，伊就渐渐有神的形象，安尼才配称作神的儿女啦。对大通知，甲神灵交，毋是干那伫祈祷读经中间更加爱伫日常的生活，用爱心、诚实甲行为去经历甲神灵交的快乐。若安尼，内心就无自责咯袂责备家己。内心无责备家己自然而然就欢喜行伫真道顶头，并且佫有圣灵内住，咱祈祷得到圣灵，真耶稣教会就是安尼这是咱的宝贝。其他的教会无这种的体会，甚至误解讲信就有毋是安尼啦。主耶稣捌勉励讲恁无好恁就会甲上好互恁的囝。哪有迄个讲囝求饼，你摕石头互伊；求鱼你摕叶摕蛇互伊，摕别项歹物互伊，无人安尼啦。疼囝拢嘛摕上好诶甚至耶稣基督疼咱，伊是神将圣灵来赏赐互咱，就大咧就踮伫咱内面所以主耶稣讲，伊甲神做伙，其实伊是神咱甲伊做伙，所以咱嘛甲神做伙所以这个关系，三角的关系，就是伫灵内底是一致诶。所以咱祈祷望神的垂听，安尼就甲神咧相交，亲像红婴伫母亲的怀中，无比的安稳。而且享受属灵的快乐，这甲好野善无关系呢？这甲物质的享受无关系呢？那你讲王公贵族、大好野人，妈妈的怀抱，甲善良人一般的凡夫俗子，妈妈的怀抱，难道无共款吗？共款迄爱的交流，迄个爱的直接领受，共款所以咱有这个属灵的智慧所以要用智慧来甲神灵交。头前咱讲过当真道真理咧兴旺的时阵，魔鬼恶者嘛安尼猖狂呢混乱真道呢。你看今仔教会对咱内底出去的甚至讲活转来安尼教咱真教会诽谤甚至批评论断，这古早就有啦，无啥物新鲜的所以作者就教导当代的这个教会应当着分辨诸灵啦。今仔教会嘛是同款咱嘛爱分辨来辨别诸灵，这是毋是对神来，是毋是正常的是毋是对的才有三项来分辨。第一，灵若是认耶稣基督是对肉身来，安尼才是出自神的所以这个灵若是混乱的，拢讲世间的事，安尼毋对啦。属神的灵是无论世界的事并且赢过世界，甲世界有分别咱讲过若拢咧论这个世事，论这个政治，论这个投资，论理财，论保险论这个变远，论食药论这个直销这拢毋是属灵的代志呢所以咱属灵的人这拢爱杜绝，爱分别属神的的确听神的仆人的声啦。所以就今仔来讲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新约，有真理，有属灵的轨迹。无贪爱这个世界，顺服真理的圣灵，就是顺服神。安尼咱来做一个结论既然属神的，的确具备顶头这个条件。但是爱要真正有智慧去辨别诸灵的确伫甲神灵交的时阵去领会啦。这真正是种生命的这个领会，种体会啦、感动啦毋是咱家己空嘴报纸的啦，毋是干那用文字、用讲话会使甲代替。神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显明的。2000年前，主耶稣道成肉身来世间伊的爱就激励着当时的人，嘛激励着咱今仔的人，因为圣灵同在，所以咱顺服圣灵的教导并且爱力行真道学习彼此相听直到拥有全部的爱，伫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爱内底得到完整的智慧伫属灵顶面甲魔鬼伫灵界来征战咱才有赢的撇步啦心中有神的爱有神的生命，自然
咱心内迄个恐惧啊，就消失。圣灵引出下面，咱才有智慧啊，去面对异端啊，甲死亡的挑战。这个死亡只着灭亡哦，只着地狱的火哦。搁一项灵交的好处，甲神灵交的人伫生活顶头会当体会真侪好处，比如讲，甲神灵交会发现神的诫命毋是歹守啦，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早就甲咱洁净咱的过犯啊，咱免伫这个律法的控告。一方面，阁有圣灵的帮助，会当赢过世界的试探。甲神灵交会当领会神的囝所做的见证，咱相信的啦。既然相信耶稣，就有永生啊！而且生命见证的彰显啊，伫咱的心内，爱心的大求啊，会当赢过这个代志。因为神乐意听到咱的祈求，互人经历活泼的生命。人有神的生命，连恶者都拢毋敢甲卡。可见神的子民虽然身处世界，却会当赢过世界，直到永远，享有永恒的生命。甲神灵交的确得着智慧，并且咱知迄个活的真实的啊，就是耶稣基督。伊伫神的内面，伫圣灵的内面，咱来体会时阵，咱知影咱信耶稣，尊主做大，其实是神，神是灵啊，看袂到摸袂到，但是伊却伫咱的心内，亲像你喙干啊，啉水就止喙干，这有文字啊，止渴，但是里面啊，真正啊来快活啊，迄就是有啉落的实在的体会。安尼啊，会当识破恶者的计谋，避免啊这个世界成做家己心中的偶像。甲神相交，出自神主动的爱，借着主耶稣基督下罪恩典，互人顶头得到生命。伊阁因耶稣基督爱的激励来活出神的爱，活出爱伫咱的生活内底，互人亲身来经历神的同在，领受到神啊真强盛的这个生命力，不但啊来赢过恶者的攻击甲试探，并且会通欢喜甲人来分享灵交，共享生命活泼。这是约翰一书的作者啊所亲身经历伫真理顶头的教导，互咱感觉特别的感动，特别的这个迷人。感谢收听，愿主带领咱做伙来祈祷，请额头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感谢学到你，阮学到约翰一书这个概论，互阮通知，原来甲神灵交是用咱的生命，用咱的灵的内在，对头壳顶到骹底，咱的心思意念，拢伫耶稣的爱内底。当咱思念、思想着主耶稣的爱，咱何其有幸！啊，无伫这个世间，咱爱死伫罪恶，死伫患难，咱无拜着神，咱是被弃绝的，因为罪的缘故。感谢主，耶稣基督是挽回罪，罪赦免以后，咱会通踏出真快活的脚步。真亮丽的这个心意，互咱亲像看到黑暗内底的光，得到曙光，安尼心情就快活、轻松，就欢喜感谢。愿主耶稣垂听咱的祈祷，互咱的听众朋友，拢会通因着这个约翰一书的概论来听清楚、听明白，会通分辨鬼、分辨神甲人中间三样的关系。愿主耶稣垂听，愿俄罗上赞归主的名。愿因为平安临到咱的心上，哈利路亚，阿们。